们继续上，古时候呢，为什么要酿小米酒？因为我们很多有那个活动，第一个丰年祭，还有祭拜祖先、祭祖仪，还有喜庆宴会，还有举行特别的活动，就是海祭的时候呢，我们的部落都会去酿小米酒。丰年祭之前不是有那个头目要那个吗？要祈福吗？他们一定要先酿好小米酒。我们的祖先呢，他们都很有智慧，然后因为小米酒很珍贵，所以必须要在很重大的那个祭典才能拿出来哈。挤压过以后，不是有那个汁液了吗？对的。我们要装的时候，就是要用漏斗。对，然后把你的瓶子。一人一罐的意思吗？我们故意设计小罐的，就这样。知道不是有饭粒。就这样子。那等下就很好喝喽。第二个就是丰年祭，为什么丰年祭的意义谁知道？好棒啊！对，祈求一点丰收。还有呢，小米酒，阿美怎么说？还记得吗？好。然后一个像这个，然后第二个很像喜肉。还有一个比固，刚刚就讲对了，拍手。好，再来第三题哦。小米酒比固在哪个季节最适合制作？夏天。夏天是几月？对，6、7月，反正是很热的天气，是夏天嘛。对，答对了，哇！好，现在我们怎么压汁，知道吗？看哦，哈，注意看哦。好，之前的人是用他们的网袋哈，好，这样，好，等下一个人这样子哈，注意看。好，我们要挤它的那个小米酒这样子。尽量给它挤干，你看它还有水还有汁，对。差不多了就可以倒出来。哇，有没有感觉？对。你们喝的时候没感觉那么辛苦哈，原来压汁也那么要用力。